每一天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9月23，咱要做伙来看《哥林多前书》6章第9节到17节。兼毋知不义的人袂当做上帝国的子民，毋通骗家己。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做男娼的、好男色的、做贼的、贪心的、酒醉的、诽谤的、诈欺的，拢袂当做上帝国的子民。恁中间有人以前是安尼，毋过恁已经洗清气，已经圣化归上帝，已经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佮通过咱的上帝的神，甲上帝有合一的关系。有人讲，逐项代志我拢通做，毋过毋是逐项代志拢有利益。我嘛通讲，逐项代志我拢通做，毋过我无要互任何代志控制。有人讲，食米是为着腹肚，腹肚是为着食米。对，毋过这两项，上帝拢会甲因毁坏。身躯毋是为着淫乱，是为着服侍主。主会供给咱身躯的需要。上帝有互主对死国活，伊嘛会用伊的大能力，互咱国活。敢毋知恁的身躯是基督的机体？安尼，我敢通将基督的机体，互伊变做基女的机体？绝对毋通。敢毋知，甲基女发生肉体关系，就是甲伊成做一体。因为圣经讲，两个人要成做一体。毋过，甲主结合的人，就伫心灵甲伊成做一体。伫咱的生活，咱所行顶头，咱是毋知，咱所做有因光主的名，互咱的心灵甲主成做一体，也互咱所行所做因神一灵。愿主的快乐甲咱三角伫地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